来关心国内消息，在地人在地前要邀请乡亲来去赏花。伫台中后里有一条差不多200多公尺长的路边啊，这个泡竹花、长开花，这花蕊袂输泡同款，一竿一竿吊伫这个树仔顶，形成一个感觉黄色这个花墙，有够水。有真个乡亲去赏花，还有新人专工去翕结论相片。 感觉是个泡花，伫咧路边像花啊，开甲是水当当，不加壮观。相亲在民众来遮赏花，有新人特别来遮翕结婚相片，很有过年新春的感觉。整面拍起来的话就很壮观，然后花开得很漂亮，又有一些蜜蜂在旁边，你就觉得说好像花仙子一样。这赏花毕竟是当地纸厂为了环保用理，特别伫咧附近种一大片的泡花，看起来真喜气。过去真侪民众可以特别走去庙里当落看泡花，今麦唔免走上远，伫咧台中后里地当欣赏到。固定的雨水就够了，这也不需要说特别怎么样去加肥料或什么的，因为它也已经有成型了。远看就亲像放烟火画面，随甲学了界得市。业者预估花期维持到3月初，欢迎民众把握机会同齐来到后里行春赏花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依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